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頻道。今日咧，我想講一個響華人世界好少人講嘅問題，就係 integrity。我哋嘅傳統教科書入邊經常講一句說話咧，就係人無信而不立。但係咧，睇下現實係點，放喺成個華人社會，尤其是係中國大陸 ，integrity 係咪好似稀有品咁樣啊？係咪缺乏得好嚴重啊？今日咧，我就想係 focus 喺呢個問題入邊，分析下中國人普遍缺乏 integrity 呢樣嘢，同埋佢所帶嚟嘅災難性嘅後果。首先咧，講下咩 integrity 先，係咪？廣東話入邊就簡單啲啦，誠信啦、正直啦、有膊頭啦、講得出做得到啦，就係你嘅言行同埋你嘅內心嘅價值係一致嘅。係咪光明磊落啊？有冇道德底線啦？係咪就算冇人睇住你，你都會做啱嘅嘢咧？呢啲就 integrity 啦。咁問題就嚟嘅咯，你冇發覺啊？響我哋嘅教科書入邊，響我哋教育體系入邊，從細到大都冇人教過呢個詞啊！我哋學識咗咩叻仔、靈活、能屈能伸。學識咗點樣去高考考高分，去點樣去討好你嘅老師，討好老豆老母，點樣做個乖仔。但係我哋從來都冇學過點樣先至可以成為一個有 integrity 嘅人。咁如果一個社會從語言、教育、文化入邊都缺乏咗 integrity 呢種基因嘅話，咁會發生咩事？ integrity 呢個詞咧係嚟自拉丁文 integer， 意思咧係整體完整嘅，冇被分裂到嘅。數學入邊嘅 integer 就係整數啦，唔可以被拆開嘅小單位。所以咧 integrity 嘅本質咧就係完整嘅，不被撕裂嘅內心，一致性嘅自我。所以咧佢嘅含義唔淨只係誠實咁簡單，而係另外一種活法。Integrity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even though no one is watching. Integrity is being true to yourself. 你所做嘅每個選擇，講嘅每一句說話，都同你相信嘅價值係對齊嘅，唔係為咗討好任何人，亦都唔係為咗任何嘅利益，只係忠誠於自己。響西人嘅文化入邊 ，integrity 咧唔淨只係倫理嘅概念，佢更加係一個實踐信仰嘅一個部分，尤其是乎係同基督教啦密不可分。聖經入邊所提到嘅 uprightness、righteousness、wholeness of heart 都同 integrity 嘅精神相關。響聖經入邊，大衛對神講：願耶和華按我嘅公義，憑我心入邊嘅純正嚟判斷我。呢個句說話入邊嘅純正，佢用嘅詞咧就係 integrity。而對一個真正嘅基督教徒嚟講 ，integrity 唔淨止係響人嘅面前做啱嘅嘢，響人後做嘅嘢亦都要對得起神。呢係一種信仰下嘅誠實，誠於天，誠於人，誠於自己，係對神嘅忠誠，係對良知嘅服從。亦都因此為係咁，好多受基督教影響嘅教育體系，好比如話係英美學校，會將 integrity 當成係人格教育嘅核心，唔單止係為咗社會嘅和諧，而係為咗靈魂唔會分裂。到咗現代社會，當現代心理學發展起嚟之後 ，integrity 佢嘅意思咧係個體心理健康同自我實現嘅重要基石。心理學家 Carl Rogers 卡爾羅傑斯強調話，一個心理健康嘅人，佢嘅內在嘅自我 self 同實際表現出嚟嘅行為 behavior 係一致嘅。呢樣嘢咧就叫做一致性 congruence。而呢樣嘢咧正係 integrity 響心理學上邊嘅表述，一致性。一個人如果經常講違心嘅說話，做違心嘅事，咁佢內心就會出現認知失調 cognitive dissonance。咁長期積累咗咧，就會導致
焦慮啦、抑鬱啦、空虛等等嘅心理問題。相反咧，如果一個人係擁有 integrity 呢種品質嘅話，咁佢會感受到自己係活得真實嘅，係內外一致嘅，從而佢帶嚟嘅係深層嘅穩定同埋自尊。心理學咧亦都指出，有 integrity 嘅人更加容易建立健康嘅人際關係，因為佢哋能夠誠實咁樣表達，亦都會尊重界線，唔會為咗迎合他人而犧牲自我。點解中文嘅文化入邊係冇呢個詞呢？喺中文嘅詞彙世界入邊，我哋有誠信、正直、廉潔，但係呢啲詞有咩特點啊？就係太過於外部，太過於社會道德，係冇強調真正嘅內在嘅自我。呢樣嘢其實亦都係我哋文化嘅特徵嚟嘅。第一個咧就係儒家所重嘅係名教，而唔係內在道德。傳統所講嘅仁義禮智信，呢啲都係角色倫理，唔係個體主體。呢種教育係培養唔出我相信咩，我自己係邊個呢種個體思維模式嚟嘅。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教育啦。教育係工具性嘅導向，而唔係人格嘅養成。教育嘅目的係咩啊？係為咗升學同埋就業，唔係思考同埋點樣做人。呢種教育嘅結果咧就係你識答題，但係你唔識判斷；你守規則，但係你唔知係為咗啲乜。第三個咧就係個體意識嘅缺位啦。Integrity 係一種對自我嘅承諾。當我哋被教導你要為集體着想，唔好俾父母丟架，個人從來都唔係主體。喺呢啲教育嘅思維入邊，個人從來都唔會係一個主體嚟嘅。咁樣一個缺乏 integrity 嘅社會有咩代價呢？第一個係社會信任嘅崩潰啦，第二係虛假嘅人啦，第三係代際教育嘅傳遞嘅虛假啦。喺商業上邊，假貨 A 貨啦，毒奶粉啦，地溝油啦，豆腐渣工程啦， P2P 爆雷啦，合約精神嘅缺失啦，為咗短期嘅利益不擇手段啦，呢啲係咪好常見呢？喺學術上邊咧，論文造假啦、抄襲啦、賣學位啦，呢啲新聞係咪日日見啊？喺職場上邊咧，講一套做一套啦，為咗博位咩做得出啦，甚至快出賣自己嘅肉體啦。喺日常生活入邊就係排隊打尖啦、大聲喧嘩啦、有事鍾無艷咁冇事夏迎春、借錢唔還啦。喺社會層面就更加多啦，官場嘅貪污腐敗啦，政策嘅朝令夕改啦，慈善機構造假啦，冇晒公信力啦。喺網絡世界，大家見得更多啦，鍵盤戰狼啦、假新聞啦、網絡欺凌啦、水軍啦，為咗流量不惜製造謠言啦，呢啲其實我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嘅，每個人嘅心入邊係都有 integrity 嘅存在嘅，但係中共嘅教育就係系統性咁樣摧毀咗每個人心入邊開始所擁有嘅嗰一啲啲咁多嘅 integrity。 睇下我哋開始學校教俾我哋咩？黨同埋領導人係永遠正確嘅，六四係冇發生過嘅，網絡係需要正能量嘅。呢啲係教育咩？呢啲係洗腦，將謊言包裝成真理。咁我哋學識嘅咧就係講大話係為咗顧全大局，講違心嘅說話係為咗安全。所以咧，我哋嘅教育體系出嚟嘅結果係將真話掩藏咗起身，為咗通過考試所寫嘅都係謊言，為咗唔出事，個個都學識咗沉默。一個唔允許你思考真相嘅體制係冇可能培養出有 integrity 嘅人，因為有 integrity 嘅人一定係會堅持講真話，有 integrity 嘅人係唔會對謊言保持沉默，有 integrity 嘅人係會對權力進行問責。
呢個就係點解呢個體制、呢個社會唔希望你有 integrity， 佢需要嘅係聽佢啲說話嘅傻仔。我一路都希望我係一個有 integrity 嘅人。我曾經經過個老細，香港人嚟嘅，咁佢亦都係香港某間大學嘅兼職教授啦。咁佢有一次同我講話：阿東，你係一個有 integrity 嘅人喎，響大陸人嚟講都幾少見。咁我梗係開心啦，因為呢位老細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行為同內心 integrity 係非常一致嘅 gentleman 嚟嘅。我一直都希望自己係做一個有 integrity 嘅人，但係咧喺現實入邊，我唔止一次被人哋問：你點解咁傻仔咧？你點解生活得咁理想化咧？其實因為我知我自己心入邊想要啲乜，我之所以係顯得咁傻仔，我只不過係我揀咗呢條路，我揀咗唔會背叛我自己。亦都好清楚呢個社會入邊，我一定係會蝕底嘅。但係咧，我都仲係揀咗呢條路，因為我想做一個真實嘅自己。無論呢個世界係點，無論呢個世界值唔值得啦，但係咧，我自己要值得，我自己要對得起自己，對自己要真實，對自己要真誠，要保留自己嘅 integrity。喺我眼入邊，一個冇咗 integrity 嘅社會，其實係冇咗靈魂嘅。大家都可以睇到，中國依家冇咗 integrity， 佢要付出咗幾大嘅代價，係成個社會嘅信用系統都出咗問題。所以咧，每一筆嘅交易成本，其實你計埋睇唔到嘅嗰啲價值成本係相當之高嘅。如果你都係一個認可 integrity 價值嘅人，一定要企實企硬，唔好退縮。真正自由嘅人係誠實面對自己嘅人，真正完整嘅人係活得有 integrity 嘅人。呢個世界我哋要對得起自己，係咪？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傾個更加有意義嘅話題啊！